Just 姐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5号，公元2016年12月23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对20名藏传佛教尼师授予历史性的格西玛学位。藏人行政中央发布新书《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好途径》一书。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办学者研讨会，讨论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日本国会重新成立了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欧洲议会通过关于拉拢五名佛学院的决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接受印度主流媒体专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出席印度南部举行的藏传佛教格鲁传承哲蚌寺成立600周年庆祝活动上，向20名藏传佛教尼师授予了格西玛学位证书。在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科学研究证明女性具有更强的慈悲心。初期人类社会的领袖以力量为衡量标准，男性自然占有主导地位，但在之后漫长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程度逐渐受到重视。然而在当今社会，仅教育也无法成为成功的领袖，因为以外在物质为主要目的的现代教育忽视了慈悲理念。尊者认为，女性可以在推动慈悲方面发挥更大的能力。가장 전부는 지용기 잠재 펑대버 지겠다 통주 직유가 내고도 다 잠재 펑배 지소지 나로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表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藏传佛教的尼师被授予历史性的格西玛学位，我们应该感谢尊者的恩德。司政进一步表示，女性在世界上占据显著的领导地位，现在是女性掌握领导地位的时候了，这也将会确保地球会变成更加和平的地方。藏传佛教的格西学位相当于世俗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博士，这也是藏传佛教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对西藏尼师授予格西学位是达赖喇嘛尊者的长期愿望。而近日对西藏尼师授予格西学位是西藏文明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此前该学位只授予男性出家众。12月17号，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宪法俱乐部召开了一场主题为“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前进道路在何方”的研讨会，并发布以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好途径为标题的报告。在这份以藏中英3种语言撰写的报告，披露了在中共统治下西藏境内的现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印度政府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施利马尼香塔先生、印度社会活动家加雅杰特利女士、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先生和新闻处秘书长夏林丹增达珍女士，以及印度政要、各国藏学家、研究人员、学者和记者等出席了发布会。与会嘉宾印度政府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施利马尼香卡先生在发布会上表示，西藏问题与印度目前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密切吻合，也完全符合尼赫鲁总理的愿景和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的理念。他还鼓励藏人同胞继续努力，为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付出努力，并表示要对西藏问题尽快解决抱有希望和秉持乐观的态度。他还表示，一个悲观主义者比较容易成为乐观主义者。事实证明，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给西藏的自由运动起到了稳定和进步的保障，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马尼香卡先生还强调，印度和西藏都了解中国并不容易对付，然而我们也要让中国政府知道，西藏和印度也不是容易对付的，而且也不会屈服于任何的军事威胁。上周六，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新德里印度宪法俱乐部举行了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前进道路在何方为主题的研讨会。该研讨会主要围绕西藏历史、西藏当前形势以及未来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的学术界部分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及作家等参加了该研讨会。在为期1天的研讨会，其第一场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先生主持。目前在印度南方奥洛迪亚工作的历史学家、法国藏学家克劳德·阿尔普先生和新德里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历史学家加亚德瓦仁纳德先生分别做了演讲。藏学家克劳德·阿尔普先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谈论西藏，并从印度和中国的安全利益阐述了西藏的重要性。新德里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的历史学家加亚德瓦仁纳德先生谈到习近平对中共国家的不断强化，以及他如何影响中国对西藏政策等。第二场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国际人权联络处负责人甘丹措姆女士主持，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著名环境研究员布拉马切拉尼先生和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组织负责人凯特桑德斯女士分别做了演讲。布拉马切拉尼教授谈到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中国占领西藏后如何改变了亚洲的水利资源。他还解释了不断恶化的西藏生态环境对世界其他地区近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布拉马切拉尼教授进一步指出，西藏是亚洲的主要造雨者，没有西藏，印度就没有雨。他还说，西藏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比南北极更突出。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组织负责人凯特·桑德斯女士介绍了西藏目前的政治局势。桑德斯女士重点阐述了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她谈到中国企图通过拆毁拉鲁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等佛教机构来破坏西藏宗教。与此同时，还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包装假班禅坚参诺布作为他们的班禅喇嘛，来影响西藏宗教文化和藏人的感知。最后一场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夏琳丹增达珍女士主持。来自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贝迪西阿南德教授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分别做了演讲。迪贝西·安南德教授认为，印度虽然是西藏最强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他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来推进西藏事业。迪贝西·安南德教授还举出了几个例子，他认为印度政府缺乏对西藏问题的支持。他呼吁印度政府需要加强对西藏的支持政策，并对西藏为印度的战略软实力影响，以及为流亡藏人的各项活动等方面需要进行务实的重新评估等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谈到中间道路政策的可行性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方法，并指出，如果西藏走上成功之路，相应印度也会成功。此次藏人行政中央在新德里印度宪法俱乐部举行的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前进道路在何方为主题的研讨会，引来了新德里各大院校部分学生、研究人员、决策者、退休将领、印度政府原高层官员以及学者等共150多名不同行业和不同国籍的人士。此外，上周三，日本国会新成立了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82位不同党派的议员出席了大会。现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前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在会议上感谢日本议员们共同努力组成的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
他回忆说，成立支持西藏小组的想法源自5年前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日本期间进行了讨论。在此特别感谢日本国会议员们对达赖喇嘛尊者最近访问日本期间真诚接待。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年11月16号访问日本国会，并与来自不同政党的229名议员就全球议题上西藏与日本的互动做出了重要指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隆多先生在发言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向日本国会议员对西藏事业的大力支持表达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日本国会议员在最近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本周四，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拉荣五名佛学院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案的紧急决议。在40个决议条款中，31个条款涉及有关西藏拉荣五名佛学院遭强拆的问题。欧洲议会谴责中共当局不顾当地僧俗民众的诉求，强拆拉荣五名佛学院，同时呼吁中共当局要尽快恢复与2010年中断的藏中对话。该决议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向欧盟发出紧急呼吁的结果。该决议的特别之处是欧盟议会认同它的紧迫性。此前，在2012年，欧盟通过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12月16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与印度主流媒体进行了互动，呼吁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在《商业报》、《经济时报》和《印度时报》等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遭中共当局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和日益恶化中的西藏紧张局势，并且促使中国政府尽快同藏人代表间恢复和谈。路透社于12月16号发表文章称，流亡西藏领导人敦促特朗普关注中共对西藏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印度论坛报也于12月17号则发表了题为《流亡西藏领导人呼吁莫迪关注西藏问题》的文章。此外，印度生活期刊于12月19号发表题为《希望特朗普早日会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文章。印度时报也于12月20号发表了题为《印度应该与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的文章。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嘞。